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一句俗语》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大家做伙讲一句。我是 Lisa， 咱今仔日要介绍的一句俗语是这句：小输毋捌赢，小济毋认输。头前200公尺，我正手平。我感觉我倒手平会较紧呢，我正手平会塞车。毋过 GPS 讲我正手平呢，对伊行应该会较安全啦。安啦，台南我定定咧去，我倒手平一下仔就到啊。顶摆嘛是安尼讲，结果嘛是坐半点钟才找着路。顶摆是毋拄好啦，即摆一定无问题。请伫500公尺后洗头，无会驶到屏东。你是毋是驶毋对去啊？伊讲会驶去屏东呢，咱敢毋是要去台南？无可能啦！我等一个正手平甲我过去，阁过10分钟就到啊。爸，你真正是小输毋捌赢，小济毋认输呢。请洗头，请洗头，请洗头，请洗头。小输毋捌赢，小济毋认输。即句俗语的意思就是咧讲，甲人小输的时阵毋捌赢过，甲别人小济的时阵，颠倒是毋捌认输过。就算是知影对方讲了有道理，嘛毋愿意认错。即种行为主要是因为爱面子，无希望别人感觉伊输啊，所以就铁起坚持家己是对的，无想要认输，嘛无想要听别人的意见。伫咱的生活当中，即种铁起爱面子的态度，永远拢会害着家己，互家己吃亏，嘛可能会影响到人甲人的关系。亲像咧甲人讨论代志的时阵，若一直坚持家己，毋肯听别人的意见，就较会造成冲突，也是麻烦。若是咱会当放下面子，愿意承认错误，听别人的意见，安尼毋但会当避免无必要的冲突，嘛会当互家己学到更较侪物件哦。好，安尼大家应该拢有了解小输毋捌赢，小济毋认输是啥物意思啊？吼！咱最后用一句话来甲即句俗语讲出来。阿明爱搬话，真正是一个小输毋捌赢，小济毋认输的人。今仔日即句小输毋捌赢，小济毋认输，介绍互大家知，希望大家拢会当做一个会听人讲、会认错的高手哦。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，若是喜欢我影片，就别忘记赞个分享出去，要订阅观众朋友，我是直接订阅的小铃铛，按看到所有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follow起来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